華明勝律師事務所，服務華人社區超35年，超強專業律師團隊，講解移民、民事、刑事、勞工、社安等多領域嘅法律知識，讓你更加了解美國法律，快速解決。大家好，歡迎收睇洛杉磯華人資訊網粵語頻道嘅明勝說法。明勝說法係洛杉磯華人資訊網同華明勝律師事務所特別製作嘅法律節目。我哋每期節目都會邀請華明勝律師事務所相關部門嘅負責人同大家嚟解讀同埋分析有關民事、刑事、勞工同埋人身傷害嘅話題。今日喺我線上嘅係華明勝律師事務所嘅勞工部門嘅負責人 Maurice。今日佢同大家嚟講一講有關係懷孕，如果係你有咗 baby 嘅話，係咪會喺工作當中係受到歧視，同埋勞工法係如何嚟保護你嘅？歡迎 Maurice 好。大家好，大家好。係咁，呢個部分，我覺得係好多嘅女性朋友會比較關注嘅問題。咁我首先想問一下Maurice，咁喺加州嘅勞工法呢個部分咧，對我哋女性嘅呢一部分嘅生育嘅呢個權利部分係點樣？有啲點樣嘅保障？係啊，嗱，其實咧喺勞工法裏面最重要嘅一環就係有冇受到歧視啊、騷擾啊，或者係報復性呢啲啦。我哋成日都講啦，除咗將公司啊加班費之外咧，其實最常見碰到咧，我哋就叫做呢叫做 FEHA 嘅 claim， 即係咩意思咧？就係根據呢個法律咧叫做 Fair Employment and Housing Act，即係話喺工作上面同埋居住方面咧，都唔應該受到任何嘅歧視㗎。呢個咧就係我哋成日都講嘅 FEHA。咁而最重要嘅一個咧，就係我都成日都會碰到㗎啦。我基本上每個禮拜都係客人都會諮詢有關女士啦嚇，女士喺懷孕期間佢應該有嘅權利同埋權益。咁所以都因為咁嘅原因咧，我哋聽到咁多嘅呢啲咁嘅諮詢咧，咁不如我哋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有關呢一方面嘅女士喺呢方面嘅工作上面嘅權益同埋你嘅應該受到嘅保障啦。首先咧要咁樣講啦，如果當一旦有女士係發現係懷孕啦，佢要申請呢個放假啦，我哋叫做 maternity leave 啦，產假啦。咁喺加州嚟講咧係有保障嘅，係有長達咧大概有10個禮拜嘅一個保障嘅。咁至於點樣放咧，四個禮拜定6個禮拜定6個禮拜4個禮拜咧，係由呢個客人自己去決定嘅嚇。佢可以咧自己去做一個決定唔需要受到任何人嘅控制或者係任何嘅管制嘅，因為係你自己嘅權利咁至於咧最重要嘅一個原因咧，想同大家分析咧，就係話，當你做完咗生 BB 之後咧，你係應該咧係可以翻去做嘢嘅，你有權利翻去做嘢。如果你嘅僱主，即係最簡單嚟講咧，如果你僱主用任何嘅理由，諸多嘅理由令到同你講就話，你唔可以翻嚟啦，或者你有其他任何原因就係話你要做其他嘅崗位啦，但係你嘅人工會變少啦，或者咧你嘅工時會變少啦，或者你被降職啦等等咧，都係可能會造成呢個所謂歧視啦。咁所以大家要注意啦，你如果係有任何嘅唔明白，譬如話我原本係做 accounting manager 嘅喎，我係做會計嘅經理嘅噃，咁翻嚟之後咧，佢就話你唔好做呢樣嘢啦，你做翻文員啦，或者係人工會變少啦，或者係咩原因啦，咁呢啲完全都係屬於咧可能涉及歧視嘅。咁所以大家要注意，如果你有任何嘅變化，你覺得係有少少唔公平嘅，或者你係唔係好明白？我原本係諗做呢個角色，做呢個崗位喎，點解我生 BB 之後翻嚟之後咧，我嘅角色或者我嘅崗位或者我嘅薪水係唔同一樣嘅咧？咁你有可能就會涉及歧視。咁所以大家可以同我哋做一個免費嘅諮詢嘅。冇錯，咁其實懷孕呢個部分咧，佢好多朋友係會我哋話有即係比較年輕嘅朋友會受到影響。咁當然如果係你有咗 baby 嘅話，咁已經係媽咪嘅話，咁可能就唔會受到
受到呢部分影響，但係其實呢個問題喺好多嘅招工嘅時候，其實我覺得僱主都會考慮到，所以我想問下Maurice 喺點樣嘅情況下懷孕嘅歧視會發生？有幾樣方面大家要注意啦，譬如話你喺揾呢個工作期間，佢唔應該問你話啊，你有冇懷孕啊，或者你而家有冇 BB 啊，或者你有冇打算懷孕啊？呢啲所有嘅問題咧，其實都會涉及歧視嘅，但係佢唔可以問你啲問題，因為一個僱主，一個公平嘅僱主，佢唔應該理會一個女性，佢係會講懷孕或者會幾時會懷孕。會唔會考慮呢樣完全都係唔應該係喺呢個求職期間作為一個任何嘅一個潛在一個問題，係唔應該問嘅。淨係問呢啲問題咧，可能已經涉及歧視㗎啦。咁當然啦，如果佢未僱用你，咁而你填咗呢啲嘅問題，而因為呢啲問題佢冇僱用你嘅話咧，你都可能會提出任何嘅起訴或者係訴訟啦，因為佢都可能冇僱用你。或者佢亦都未必喺呢個試用期之內作出任何嘅呢個違法，咁你好難去起訴佢或者提出任何嘅申訴啊。咁但係如果你發現佢係問呢啲問題或者呢啲問卷係呢啲問題咧，其實可能都涉及有歧視嘅，咁我哋都會覺得你要小心啲啦。如果真係佢要做呢個工作，係咪值得去做啦？呢個大家要注意啦。咁至於你真係受聘咗之後啦，你做呢個員工，正式成為員工之後啦，咁有冇任何譬如話如果我第一次去要求申請呢個 FMLA 或者申請呢個 disability 我要申請產假㗎啦，咁佢會唔會唔批准你咧？如果唔批准你，可能係屬於歧視啦，或者佢批准咗你，但係咪真係法例所講嘅4個禮拜或者6個禮拜或者5個禮拜你係咪有一個自由嘅靈活嘅一個安排啦？如果佢唔係俾你一個靈活嘅安排嘅話，係強迫你嘅話，你唔得，你一定要一次過放晒，或者話佢係嚴格咁控制你邊個時間去放，邊個時間唔可以放咧，都有可能涉及歧視。咁至於最嚴重嘅，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就係話會唔會話我放完晒啦，呢個10個禮拜啦，BB 出咗世啦。咁而佢對你就係話佢講話你唔可以翻嚟啦，我哋有其他人取代咗呢個位置咯喎，因為你已經太耐冇翻嚟啦，或者有其他諸多嘅原因降你職啊、減少你人工啊，呢啲都係可能涉及歧視。咁所以大家要注意，如果有任何你覺得唔清楚嘅話咧，係咪會有歧視嘅話咧，要同你做一個簡單嘅一個諮詢嘅，我哋可能會幫到你。冇錯。咁其實呢個部分，如果大家係覺得有咩唔舒服嘅地方，其實都會有可能會涉及到歧視嘅呢個部分。我想問下Maurice，如果係喺懷孕嘅員工咧，佢喺呢個懷孕期間咧，如果係對佢本身嘅工作或者僱主提出咗一啲訴訟或者投訴嘅話，咁係咪佢會即係好有可能會被解僱咧？嗱，其實咧呢個亦都要明白就係話唔應該因為呢個僱員有提出任何嘅訴訟或者任何嘅要求，而隨便咧將佢解僱嘅。咁認為其實咧喺勞工法裏面有幾樣嘢大家要注意嘅。無論你涉及係懷孕啦，或者懷孕之後啦、生產之後啦，或者你係發生任何嘅受傷啦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咧，你喺懷孕期間咧，其實可以申請 EDD 嘅 disability 嘅雖然咧，我哋就可能大家唔會認為懷孕係屬於一種 disability 咁但係其實即係多少少咧，懷孕係需要牽涉到身體上面嘅一種受傷呢個難免嘅，因為可能有啲朋友要做手術啦，有啲朋友係要無論你係自然生產或者係手術都係啦，都可能會涉及一個受傷可能要住院嘅，咁所以喺醫學嘅角度嚟講咧，都係屬於 disability 嘅，所以就大家都唔覺得生產係屬於 disability 喎，就唔係㗎。因為可能你會涉及到要住院等等，其實喺某種程度上面咧都屬於 disability，屬於係有個臨時性嘅受傷咁所以咧，其實作為女性咧係可以申請 disability 我哋有啲朋友都有啲朋友會申請disability，其實都冇所謂但係我哋建議申請 disability 可能會好啲，因為 disability 咧係可以比較長啲嘅時間因為 FMLA 可能得12個禮拜嘅啫，咁未必有啲可能有啲朋友覺得未必足夠，咁所以可能5個申請啦 disability 咧可能保障咧會比較長啲
咁所以唔需要擔心申請 disability 攞一個短期嘅呢個叫做臨時嘅disability 嘅福利咧，都可以得到保障。咁如果僱主係知道你係有懷孕，因為你懷孕而生 disability 而罔顧你嘅權利，將你解僱嘅話咧，呢個絕對係屬於歧視嘅嚇。同你可能我哋之前講過好似譬如話你係申請工傷啊，或者係申請臨時嗰方面，你因為工作受傷而申請 disability 而被解僱咧，其實個性質係好接近嘅，性質好接近嘅。你唔需要擔心話我懷孕係咪同工傷唔一樣咧？其實喺勞工上嚟講咧，懷孕同埋你個工作受傷都某程度上係屬於 disability，咁所以唔需要擔心。如果因為咁嘅原因被解僱，或者被降職，或者被減人工，或者係被調去一啲唔合理嘅唔公平嘅一啲崗位嘅話咧，都可能可以提供呢個法律嘅。冇錯。咁所以呢個部分大家要知道喺美國呢邊咧，雖然話我哋之前講話解僱呢件事情可能係僱主嘅權利，但係其實涉及到非法解僱呢個部分係好多種情況嘅，咁所以懷孕呢個部分係絕對係有可能嘅。咁想問下Maurice，因為我哋話即係呢啲類別嘅呢啲訴訟咧，係咪同工資同埋工時係有比較大嘅關係？因為我哋知道懷孕佢係需要去檢查身體啊，或者係要產假等等，呢啲係咪會關聯比較強？冇錯㗎，冇錯啦。如果你係需要做出某些嘅時間嘅改變，譬如話你需要去見醫生，你需要做任何嘅檢查，而你僱主佢亦都係作出某些嘅歧視，或者佢冇俾翻嗰啲嘅工作工時，你有某程度上可能都係涉及歧視嘅。嗱，點解會咁講咧？好多時咧啲朋友就係話，喂，我要做檢查嘅噃，我要可能請我啲假。咁而僱主咧就諸多刁難，佢可能話你唔好去啦，你最好就放咗工先去啦。咁但係有時係冇可能放咗工先去嘅，因為有時可能係個醫生連4點就放工㗎啦嚇。咁我哋都冇可能係個6日先可以去到嘅。所以呢啲嘅我哋叫做 accommodation 喺法上叫做 accommodation。如果會作出某程度上嘅調節，或者係某程度上嘅調動嘅話咧，有可能涉及歧視。咁所以其實僱主咧。要作出某些靈活嘅調動，當然亦都會講合理啦。除非呢個僱員係好唔合理嘅，譬如話佢係要做檢查，佢要做5日都要檢查，星期一、星期五都要檢查，唔知咩原因啦嚇，係星期一、星期五都要檢查，日日都要去，每次都要2-3個鐘頭，咁呢個可能就唔合理啦。所以我哋睇下係唔係合理。咁至於譬如話，如果佢話我係1個月先做一次檢查嘅啫。而檢查要係4點半嘅，咁僱主可唔可以話你可唔可以早少少俾我放工，等我去做檢查，而第二日我早少少翻工，咁就配合翻咧？咁呢個就叫做僱主嘅靈活嘅一個調動。咁所以大家都要係合理你嘅員工你要合理，咁至於僱主個調動都係合理。因為如果譬如話我哋做啲某啲服務性嘅行業，但係佢而每一日或者每個禮拜都有幾日咧，都係好早就要走啦，我有啲咩要走啦，因為我要做檢查，而第二日咧亦都唔可以翻工嘅話，呢個變咗就係可能係個僱員就合理啦。咁即係僱主同僱員咧都要睇下邊個合理，因為如果真係提出有任何嘅訴訟期間咧，法官就會睇下即係究竟邊個合理啦。譬如話你明明係可以4點半去睇醫生嘅，咁可能早半個鐘早個鐘走，然後第二日翻工嘅，補償翻一個鐘頭。咁但係僱主唔肯俾你做呢個咁嘅調動，咁就變咗僱主唔合理啦。咁但係如果你就係僱員喎，你日日都要去做檢查，咁可能變咗個僱員就合理啦。咁即係大家都要睇下邊個情況先合理，個法官先作出一個判決嘅。咁所以大家都要明白啊。咁至於合唔合理，其實就好難去喺節目度去一概而論啦，係咪？因為我頭先所講啦，有啲情況就係話你1個禮拜去一次，或者3個禮拜去一次，咁呢個好合理啦，係嘛？咁但係如果日日都要去嘅，而個僱主話你造成我哋好大嘅 burden 嘅，可能俾你日日都係走去做檢查嘅，咁我走咗去，咁第二日你又唔願意去早少少翻工，咁呢個變咗個僱員就合理啦。咁所以大家要做一個簡單嘅分析啦。
冇錯。咁其實呢個部分，我覺得係有咩問題嘅話，會打電話問下 Maurice，請佢嚟同大家嚟做一啲解釋，同埋咧判斷。因為有好多朋友可能會喺我哋特別話喺勞工嘅部分，或者係之前 Maurice 同我哋講啲工傷嘅部分咧，其實大家對於自己嘅權利部分可能唔係好了解，因為法律係比較多嘅，咁同埋比較具體嘅，咁所以如果係你覺得有啲唔舒服，即係喺工作當中，如果係你覺得唔舒服，都係可以過嚟問下 Maurice 嘅。咁好，今日有冇案例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去處理相關嘅一啲問題？有嘅，我哋其實有幾多客人咧，都係喺呢一方面咧發現到咧係遭受到歧視嘅。咁我或者講一個比較簡單啲嘅案例，但係大家會比較明白㗎啦嚇。咁譬如話我哋有個客人咧，咁我簡稱我叫做陳小姐先算啦嚇。咁陳小姐咧，佢就係做會計嘅，係accounting嘅文員嚟嘅，咁佢就已經預早話咗俾僱主聽咧，佢係需要請假去做一個產假㗎啦，係都知道㗎啦。咁佢哋申請咗一個咧就係先申請4個禮拜，然後咧申請之後咧再有6個禮拜。咁僱主亦都係同意咗，佢都係做晒所有嘅文件上嘅申請，亦都申請晒呢個EDD 嘅 disability 咁就喺應該係舊年6、7月嘅時間去申請啦，咁就批准咗啦。咁喺10月期間咧就開始放假，咁就放咗幾個禮拜。咁就其實佢喺3、4度咧就同僱主講咧，佢可以返工㗎啦。咁但係因為僱主聽完之後咧就話：如果咁樣冇人咧就喺3、4月期間就可以返工啦嚇。咁佢都係攞晒所有嘅資料，亦都知道係可以3、4月期間咧就可以返工。咁翻工之後咧，準備翻工之後咧，佢就再同僱主去 verify 啦，即係確認啦。咁僱主咧就喺確認之後咧就話：可能有少少嘅變化，咁請你喺4月中咧、4月初咧，再同我哋做一個確認，我哋話俾你知咧，是否可以再翻工啊？咁至於喺4月中咧，佢再用 email 同僱主講：好，4月2號復工㗎啦。咁就好奇怪，咁佢就話：好似我哋可能有少少變動，因為公司有啲業務嘅情況啊。咁佢喺4月20號或者4月11號咧，再同我哋聯絡。咁即係咁嘅原因咧，佢就再去問僱主啦。咁喺4月20號，咁僱主就話咯：對唔住喎，我哋可能咧需要有新嘅變化啦。由4月11號開始咧，你唔使再嚟啦。我哋有一個叫做會計經理咧，會取代你嘅位置。咁我哋可能要有作出調動，我哋可能會俾翻一個3000蚊嘅一個補償俾你咁但係咧呢個崗位咧就冇咗噶啦，我哋會由一個會計經理咧就會取代啦。咁我哋可能會覺得好奇怪啦，我由10月開始之前6月、7月一路都有好清楚嘅文件話咗俾你聽，話僱主聽，我哋係可以翻工嘅。係可以喺正常嘅期間去喺生產完之後可以翻工嘅。咁突然間有咩變化咧咁公司嘅業務嘅變化同我哋係冇關係喎，因為無論你有咩變化，我都可以重新翻我嘅工作崗位啦。應該都係咁嘅原因，而冇因嘅工作啦因為你公司嘅變動我冇關係㗎我都係正常嘅狀況去申請嘅。咁最緊要原因咧。我哋客人就好奇怪啦，咁我就多次去諮詢佢個僱主就係話：如果我嗰個情況係咪涉及有歧視咧？因為我有做過雙申請，我亦都有去申請 EDD，我亦都攞到揾工攞到個福利，我亦都係攞到你嘅批准。咁我就為什麼喺4月21號就唔能夠翻工咧？咁佢講嚟講咧就好，佢之前唔係做咗好耐，佢做咗2年到啫。咁但係喺網上我哋覺得係唔公平嘅。咁所以我哋經過諮詢咗我哋客人啦，問下佢咩情況之後，有填寫任何嘅表格，冇任何嘅其他嘅不合理嘅地方咧，佢都冇任何嘅不合理，佢都冇接受過任何嘅警告信，亦都冇攞過任何嘅不公平或者任何嘅譬如話佢個 performance 或者佢個工作有冇任何嘅不滿亦都冇任何嘅唔合理嘅地方。咁僱主
咁話冇呢個崗位咯喎，人哋啱啱取代咗佢咯喎，咁就呢個我哋係好認為係屬於一個歧視嘅狀況，因為客人第一佢係正常嘅途徑申請呢個產假，佢都放人嘅產假。第一，第二，佢一路都有同僱主保持溝通，佢都有溝通過就係話佢喺4月可以返工。第三，佢亦都得到醫生嘅證明，佢係4月頭咧係完全適合可以返工嘅，係冇任何嘅身體嘅任何嘅唔舒服，無論係身體或者係心理都冇任何嘅唔舒服，所以我哋完全明白點解佢會俾佢唔返工㗎，令到佢有新嘅工作崗位取代佢。咁所以我哋經過咁嘅考慮之後咧，首席律師都同意就係話，佢係可能係涉及歧視啦，我哋應該要求咧僱主咧提供個賠償嘅。咁所以因為咁嘅原因咧，我哋得到客人嘅同意啦，我哋就話如果你同意嘅話咧，我就可以要求一個叫做歧視方面嘅要求啦。如果你唔提出任何嘅賠償嘅話咧，我哋可以直接可以同呢個僱主咧要求呢個賠償嘅嚇。咁所以經過同客人嘅同意之後咧，我哋會發出呢個律師信啦，要求僱主提出佢點解會隨便去解僱我哋嘅客人㗎。咁經過多番嘅討論啦，我哋僱主同我哋之間咧可能會作出一個調解啦。雖然呢個調解未盡利進行，應該會喺2個月之後會進行，但係我哋會要求僱主咧就住佢不合理嘅一個解僱咧提出一個索償。咁所以我哋相信咧就係話，可能有陣時僱主可能唔明白，其實隨便嘅解僱咧係可能會造成呢個無理解僱或者係歧視嘅。僱員係可以得到應該得到呢個賠償。咁當然我哋唔方便講呢個任何嘅金錢上嘅一個金額啦。咁但係如果你有任何唔明白嘅話咧，你可能會發生係一個屬於一個不合理嘅解僱嘅話咧，要提出一個合理嘅呢個要求，唔可以俾僱主咧縱容佢哋做一個無理嘅解僱嘅。所以無論你係一個工作受傷又好，或者係一個短期嘅，係一個因為你要放產假或者懷疑遭受到呢個唔合理嘅對待嘅話咧，都要做一個面對嘅諮詢嚇。因為好多時咧，你唔知道咧呢個可能係屬於某程度上應該係屬於一個歧視㗎。冇錯，所以咧呢個部分都係比較重要嘅，咁大家需要了解嘅。咁我仲想問下 Maurice 即係我哋一開講起話懷孕呢件事，可能好多朋友覺得會係女性嘅部分，但係我其實知道加州勞工嘅呢個法律當中係男士都係有呢部分嘅產假嘅，係咪？咁可唔可以同大家稍微介紹一下？冇錯，其實男士同女士都有㗎，唔單止係女士嘅。咁當然啦，女士就係最重要啦，因為佢真係要做媽媽啦，佢要即係要去醫院啦，要去生產啦，係有受傷係涉及嘅嚇。咁但係男士嚟講咧，我哋叫做paternity leave 啦，呢個又係另一方面嘅。咁當然啦，呢個嘅要求咧，就唔係話完全一模一樣啦，因為起碼男士唔需要住院啦，佢唔需要話要真係要去有申請個 disability 啦嚇。除非佢喺某程度上係真係涉及有身體上嘅stress 或者 anxiety 嚇，因為佢要照顧妻子、照顧太太而造成某方面嘅一個受傷，咁可能呢個可能會涉及呢個 disability。咁但係一般而言咧，佢可能可以申請一個時間咧，同呢個新生嘅嬰兒咧係有一個 bonding 啦，我哋所謂嚇，即係我可能照顧佢啦，或者照顧太太咧，呢個係唔應該受到任何歧視㗎啦。咁但係咧，男士唔可以申請，譬如話10個禮拜或者幾多個禮拜一個休息，一個產假，呢個係冇嘅。咁就會可能申請啲某些嘅一個disability 嘅 leave。咁呢個申請嘅時間咧就因呢個情況而定啦。咁呢個咧可以同你嘅人事部去諮詢。咁每一個公司咧，可能佢都會有一個相對嚟講一個唔一樣嘅一個資料會提供俾你。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喺加州嘅法律嚟講咧，要取決於呢個妻子或者呢個太太，或者可能有啲朋友就係話佢係同性嘅，可能佢亦都唔係話狀況可能唔一樣咁。呢個就要視乎咧呢個加州政府嘅決定啦。咁但係如果你唔明白嘅話咧，我哋可以
亦都做一個免費諮詢，因為呢個好難喺節目做一個一概而論嘅一個介紹啦。冇錯，咁冇錯，係每個朋友嘅情況係唔同嘅，咁所以咧有咩問題嘅話都可以打電話俾 Maurice 或者係掃描二維碼可以聯繫到華明勝律師事務所嘅客服嘅。咁最後有咩同大家補充嘅咧？今日咁最緊要就係話要做一啲所有嘅書面嘅一啲申請啦嚇，我成日都所講啦。有啲朋友咧就係話佢可能呢間公司比較細咧，佢冇做好一個呢個書面嘅啲申請，佢可能口頭上同老闆講，或者口頭上同一個經理講咧，其實呢個係非常之不智嘅。因為我好希望咧，大家都要做啲書面嘅申請。譬如首先第一日就話我見醫生啦喎，我知道咗我會喺幾時有會生產㗎啦，咁我要申請呢個假，咁甚至你可能我嘅睇法就係話越早講咧會係越好嘅，因為有時咧可能會係一啲情況咧大家唔係好清楚，而忽略咗啲步驟，咁到時咧有啲咩情況咧，真係要提出呢個訴訟啊，或者真係要提出一個民事上嘅一個索償咧，就唔清楚啦。我口頭講嘅啫，或者有啲朋友就我喺 WeChat 度講嘅啫，咁就唔應該嘅，應該用 email 講清楚我醫生同我講預產期幾時，相應我幾時我想放假，咁要求你提出申請，希望咧有一個 trail， 即係有一個步驟，等僱主同埋你之間應該有個溝通。咁呢個你有個書面上嘅要求咧，咁如果發生任何嘅爭拗咧、爭執咧，就有晒所有嘅證據啦。咁所以如果有唔清楚嘅話咧，我哋會幫助你譬如話做好晒所有嘅文件上嘅要求。唔好隨便就係用口頭講因為比較草率咁用口頭去講咧，咁就對呢個成件事咧就唔係好清楚。最好用書面，最好用 email 中英文都冇所謂如果你話我唔知用英文寫冇所謂，用中文寫啦因為而家好多嘅軟件可以翻譯翻做英文，咁到時都可以喺法庭上咧話俾法官聽，咁所以唔需要擔心。咁如果唔清楚嘅，同我哋做一個免費諮詢啦我哋都可能幫到你。冇錯，所以大家要根據自己嘅情況嚟進行個人嘅諮詢。今日係多謝 Maurice 嚟到我哋嘅節目同大家嘅分享，辛苦晒。OK，下次再傾。係，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今日嘅節目，我哋下次再見。